各位老友記，平時行開超市，係咪最鍾意去生果個區巡搶？特別係到咗傍晚6、7點，見到啲職員拎住碟黃色特價標籤出嚟，好似派錢咁，將啲切好晒一盒盒嘅生果拼盤，由廿幾30蚊減到10零蚊，甚至打出買1送1嘅牌口，你係咪心入面即刻計緊數？哇，抵到爛啊！平時買個大哈密瓜都要幾十蚊，而家一盒有齊西瓜、芒果、哈密瓜，仲要幫我批埋皮、切埋粒，返到屋企開蓋就食得，簡直係慳錢、慳力又健康嘅恩物啊！如果你仲係咁諗，咁你今日真係要坐低，花少少時間聽我講落去。你以為自己係執到寶，其實你可能係買緊一盒慢性毒藥返屋企。你有冇諗過點解呢啲生果切開咗幾個鐘，甚至放咗晒日個樣仲可以咁鮮豔，口感仲係咁爽脆？點解你自己喺屋企切個蘋果5分鐘就變黃，但超市啲果盤放足12個鐘都仲係靚一靚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踢爆呢啲超市生果拼盤背後嘅驚人黑幕。我有位喺大型連鎖超市做咗10幾年嘅老友，佢私下同我講，佢哋內部有個名詞，叫呢啲生果做僵屍生果，全靠化學保鮮劑吊住條命。今日我就要同你逐一拆解死大毒生果陷阱。批完之後，我保證你以後見到呢啲特價拼盤，唔單止唔會衝去搶，直頭會掉頭走。唔好等到食到肝腎出事至嚟後悔。呢部影片你同你身邊嘅老友記一定要睇到最後。我哋入正題，大家平時行超市見到啲貨架排得整整齊齊，燈光射落去啲生果度閃閃生輝，以為全部都係新鮮空運到港。你太天真啦！你要知道，超市唔係開善堂，佢係一盤生意，每一粒生果都係錢。超市最驚係乜？唔係驚賣唔去，係驚損耗。我嗰位老友喺超市後勤做咗咁久，佢話超市入面有個地方係絕對唔會俾客入去嘅，就係嗰間神秘密封嘅生果加工房。呢間房入面每日都上演緊一場場生果轉世輪迴嘅大戲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嗰啲喺貨架上面放咗好耐，開始變軟，表皮出黑點，甚至已經長咗一浸白，即係發咗霉嘅橙、哈密瓜、木瓜，最後去咗邊？你以為超市會咁乖，直接掉入垃圾桶？諗都唔好諗。超市經理見到呢啲損耗會肉赤死，呢啲殘次品通通會被送入加工房。入到房，職員就會開展所謂嘅去扶生機工程。有一邊爛咗，用把刀批走爛嗰部分咯。一指芒果，左邊爛到出晒水，佢就切走咗邊。落喺入邊睇落仲係硬淨嘅部分，呢啲被整容過嘅生果塊就係你喺拼盤入面見到嘅主角。你以為你買緊新鮮生果，其實你可能只係食緊嗰啲本身應該入咗垃圾桶嘅爛果剩餘物。最癲嘅仲未講係嗰種化學水，大家平時喺屋企批蘋果切嚟，唔使幾耐就會變啡色，呢個係自然氧化，好正常。但點解超市啲生果拼盤喺冷櫃放咁耐都仲係晶瑩剔透，西瓜仲係咁紅，哈密瓜仲係咁綠？老友爆料話，佢哋加工房有一桶桶調配好嘅保鮮液，入面主要成分係一啲化學添加劑，好似亞硫酸鹽或者其他酸性保鮮劑。啲生果一切好，唔係即刻入盒，而係先入去呢啲防腐水度浸一浸到一肉。咁樣做，生果嘅切面就會好似鍍咗一層保護膜咁，唔會變色，唔會維持嗰種假假幾硬崩崩嘅爽脆度。你試諗下，呢啲化學嘢係會浸入果肉入面嘅，你返到屋企點洗都洗唔走。你以為每日食一盒生果係補充維他命，其實你係每日定時定候幫自己嘅肝臟同腎臟加負擔。我哋老人家身體機能退化係咁慢，呢啲化學物質就積埋就係慢性中毒嘅開始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對你同你屋企人好重要，請你而家就幫我呢部影片按個讚同埋分享俾你 WhatsApp 群組入面嘅老友記，等大家都有份警覺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呢個頻道，記得而家就點擊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咁樣我每次有新嘅健康貼士影片，
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好講原加工房嘅黑幕，我哋而家深度拆解4大毒生果陷阱。第一個大陷阱就係霉菌嘅冰山效應。好多老友記平時好慳㗎，見到個蘋果或者哈密瓜爛咗一細角，心入面諗唔好嘥啊，批走嗰忽爛嘅，剩翻嗰啲米仲係靚，切做拼盤咪得啦。真相係你見到嘅爛只係冰山一角，當生果開始發毛，學啲肉眼見到嘅青色、黑色毛毛，其實係真菌嘅孢子。但真菌最毒嘅地方係佢嗰啲好似樹根一樣嘅菌絲。呢啲菌絲係無色無味嘅，佢哋會順住生果入面嘅水分同纖維，迅速滲透到成個生果嘅核心。喺呢啲爛生果入面，會產生一種好強嘅毒素，叫做剪青霉素。研究顯示，就算你切走咗肉眼見到嘅腐爛部分，剩翻睇落好地地嘅果肉入面，依然會含有大量嘅剪青霉素。對於老友記嘅傷害，呢種毒素好耐熱，洗唔走，蝕咗入肚會傷腸胃，引起嘔吐，最衰係會損害神經系統。長期食呢啲切剩嘅爛生果，對肝臟同腎臟係一重慢性摧殘，甚至有致癌風險。超市為了唔蝕本，最中意用呢啲半盲果嚟切拼盤。你以為賺咗，其實係用自己個肝嚟幫佢哋消損好。第二個大陷阱就係化學防腐水嘅易溶術。點解唔辨識？生果都識化妝，而粉底就係化學保鮮劑。生果切開之後，果肉入面嘅分類物質遇到氧氣會產生褐變反應，呢個係自然規律。超市為了令賣相吸引，會將切好嘅果塊浸入一啲化學溶液入面。最常見嘅係亞硫酸鹽或者高濃度嘅檸檬酸抗胚血酸。亞硫酸鹽嘅儀機係呢種嘢可以抑制氧化，令生果幾日都唔變色。但係對於有氣管敏感、哮喘或者慢性肺病嘅老友記嚟講，亞硫酸鹽係好危險嘅誘發劑，食完可能會覺得氣促胸悶，係將一啲唔夠甜，甚至係過期變味嘅生果浸入高濃度嘅糖水或者人造甜味劑入面，令佢食落係好似好甜、好新鮮咁。老友記如果有糖尿問題，食咗呢啲加工生果，血糖分分鐘亂晒龍。第三個大陷阱係交叉感染嘅細菌培養皿。冷舉唔係萬能嘅，好多人覺得生果放喺死度嘅冷舉入面就一定安全。細菌呢個係大錯特錯，真相係有一重致命細菌最中意住喺冷舉。佢叫利斯特菌，係好少數喺低溫環境下依然可以大量繁殖嘅細菌。超市加工房入面，如果嗰塊大砧板由朝切到晚，切完未洗嘅西瓜皮上面通常有泥同細菌，又直接切落果肉度，呢啲細菌就會交叉感染。包咗保鮮紙之後，盒入面會形成一個微細嘅潮濕環境。如果生果本身冇洗乾淨，或者職員手勢唔衛生，細菌就會喺保鮮紙下面瘋狂生長。對於老友記嘅傷害，我哋長輩嘅免疫力冇後生仔咁強。李斯特菌一旦感染，唔係屙兩次、嘔兩次咁簡單，佢可以引發敗血症、腦兒炎、手尾好長，甚至有生命危險。所以你買個合拼盤，其實係買咗一張細菌嘅特快通行證入你個身體。第四個大陷阱係標籤嘅時空魔法，今日製定係尋日剩，大家買拼盤，第一時間一定係睇標籤上面嘅包裝日期，見到係今日嘅日期就覺得夠新鮮買得。真相係標籤只係一張紙，佢唔代表生果嘅真實年齡。喺超市業界有一個好黑暗嘅做法叫總貼標籤，尋日賣唔晒開始出水嘅拼盤，職員會拎翻入加工房，將最爛個基粒抽走，補翻一兩粒今日切嘅落去，換個新盒，包過新嘅保鮮紙，重新印一張今日嘅日期貼上去。呢啲膠絲生果就咁樣一日復一日咁喺架上面循環。你以為買緊今日先，其實可能係前日剩。呢啲生果入面嘅維他命已經流失晒，剩翻嘅只有不斷繁殖嘅細菌同埋開始變質嘅果糖。講咗咁多黑幕，
大家可能會問，我平時都有食，好似無事喎，冇有忌。慢性中毒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唔會即刻要你命，而係慢慢咁消耗你。如果你發現自己食完呢啲超市生果拼盤之後，有以下呢啲反應，你就要即刻停手。第一係莫名其妙嘅胃脹同肚瀉，你以為係生果寒涼，其實可能係輕微嘅食物中毒或者對化學防腐劑嘅不括。第二係皮膚紅疹、默氣管敏感。如果你平時食晒個生果冇事，但食拼盤就會皮膚痕或者咳多咗，好大機會係亞硫酸鹽搞鬼。第三係肝腎功能指標異常，喺體檢嘅時候，如果發現肝酵素上升，隔離又冇飲酒冇亂食藥，咁就要諗下係咪長期攝入咗酯青霉素或者其他化學添加劑。最後係眼啲發黃，容易皮冠狀負荷過重嘅信號。我哋老人家嘅肝臟就好似一部用咗幾十年嘅過濾器，你再每日倒呢啲化學水生果入去，部機遲早會呸。如果呢部影片講到而家，令你有一種醍醐灌頂嘅感覺，請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不斷搜集更多嘅健康真相，用最簡單易明嘅廣東話講俾大家聽。你嘅每一份支持都係我哋繼續揭發黑幕嘅動力。睇完頭先嗰4大陷阱，大家係咪心入面15、16諗緊咪呀？我琴日先食完一盒，點算好啊？或者咁我以後係咪完全唔可以買超市生果呢？冇有忌唔使驚。我今日拍呢部影片唔係要蝦到你乜都唔敢食，而係要大家做個醒目消費者。我哋香港人最叻係乜？就係精明嘛。接落嚟呢部分，我要教大家機招火眼金睛，教你點樣喺超市入面分辨邊啲係毒拼盤，邊啲係真係食家落肚嘅新鮮嘢。呢啲都係專家同埋資深員工總結出嚟嘅實戰經驗，大家一定要記低佢。如果你真係趕時間，或者屋企無謂擺咁大個生果，非買不可嘅話，你一定要跟住呢3個步驟去揀。第一步，試個防禦術，唔好揀太靚嘅生果。我哋嘥又話愛靚唔愛命，買生果拼盤都係一樣。你要睇切口，真正啱啱切開嘅生果，邊位應該係有少少乾乾地，或者有自然嘅纖維感。如果你見到盒入面粒粒生果都好似剛出肉咁，濕滴滴得嚟又閃閃生輝，而且放咗好耐都唔識變色，咁佢9成9係浸過化學保鮮水。仲要睇果汁，望下盒底，如果盒底積咗好多混濁，甚至有少少黏稠嘅液體，代表呢啲生果已經切開咗好耐，細胞已經杯死日出水分，入面嘅細菌數量分分鐘比公廁仲要多。真正新鮮切嘅盒底應該係乾淨嘅。再睇果皮殘留，留意下哈密瓜或者西瓜有冇帶皮，如果連住皮嘅部分有黑點或者霉斑，就算果肉幾靚都唔好買，因為菌絲一早已經滲咗入去。第二步，嗅覺辨別法，揾翻嗰陣果香味。大家記住，生果一旦被化學藥水浸過或者擺得太耐，佢陣自然嘅果香味係會消失嘅。隔住保鮮紙聞下，雖然隔住層紙，但如果係新鮮切嘅西瓜或者芒果，你依然會聞到淡淡嘅清香。如果你聞到嘅係一陣酸味、霉味，或者完全冇味，代表被藥水掩蓋咗，咁就千祈唔好咯。點嘅化學味，有啲劣質保鮮劑會有一陣好似漂白水或者好刺鼻嘅酸味，聞到呢啲味，即刻放低手入面果盒。走人。第3步，買對嘅時間，做對嘅選擇。黃金時間最好係朝早10點到11點，或者下午3點到4點。呢啲係超市第一批同第二批現切生果出爐嘅時間。如果你係等到傍晚6點後買嗰啲黃色特價標籤，咁你就要有心理準備，你買緊嘅係全日精華細菌版，仲有低風險生果名單。如果一定要買拼盤，盡量揀一啲酸性較高、細菌較難生長嘅生果，例如奇異果、橙、鳳梨，避開哈密瓜同西瓜，因為呢2樣係李斯特菌同沙門氏菌嘅最愛。其實我最想同各位老友記講嘅最醒目方法
係揾一啲懶人替代方案。如果你係因為唔識規皮或者怕麻煩，其實可以買一啲本身就易規皮嘅生果，例如香蕉，一撕即食，營養豐富，仲有助排便。今日隻骨剝起嚟就食得，完全唔使刀。藍莓或者提子洗乾淨就食得，連皮食仲多花青素，何必去冒嗰個風險去買人哋幫你切好浸過藥水嘅拼盤呢？各位老友記，我哋今日講咗咁多黑幕，由加工房嘅秘密到化學藥水嘅毒害，再到點樣自救，最後呢幾分鐘，我想同大家講翻啲心底話。我知道好多長輩買呢啲特價生果拼盤，心入面都係想像一個字慳，你想慳翻嗰10蚊8蚊，留翻俾孫仔買玩具，或者留翻嚟飲多2餐茶。你覺得自己身體仲好硬淨，食少少過期嘢冇所謂。我哋以前嗰代跌落地下都照食啦，邊有咁嬌貴啊？但是老友記，時代唔同咗啦，以前啲生果係天然長大嘅，而家超市賣嘅係一門高度工業化嘅生意。你今日慳翻嘅嗰10幾蚊生果錢，好可能係你聽日要交俾醫院嘅嗌藥費。我有個老友以前都係咁諗，見到特價生果就衝，結果有一排曬日覺得胃肚肝酵素超標，睇咗成年，醫生先調理返好。佢後嚟同我講，我以為自己係執到寶，點知係執到草。嗰陣慳翻嚟嘅錢，連睇一次私家醫生嘅掛號費都唔夠。睇嘢冇好，好嘢唔棒，呢句說話雖然老土，但是真理。我亦都想對睇緊呢部影片嘅後生仔講，如果平時你買生果返屋企孝敬老人家，千祈唔好貪方便買呢啲拼盤。雖然睇落去大體，包裝得嚟，但你其實係將風險帶入屋。最好嘅孝心係親手幫爸爸媽媽切一個蘋果，切一個橙，嗰份新鮮嘅果香味，同埋你親手準備嘅嗰份心意，先係真正嘅健康。老友記，健康先係你最重要嘅私己錢。你身體好，唔使仔女擔心，每日開開心心落樓行下，同老友飲茶，呢種生活先係最抵。唔好再為了個幾粒特價生果去到自己嘅健康。記住我今日講嘅嘢，原子買自己洗，即刻切，即刻食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部影片幫到你，或者你覺得你身邊仲有老友嘅係拼盤狂粉，請你一定要將呢部影片分享出去。你嘅一次分享，可能就係救咗一個家庭嘅健康。請大家留言話我知，你以前有冇買過呢啲拼盤，或者你有冇聽過更多超市嘅黑幕？我哋一齊喺留言區討論下，守望相助。未訂閱冇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而家就訂閱，開啟小鈴鐺。我會繼續為大家揭開更多生活真相，幫大家做個精明又健康嘅快樂長者。我係你哋嘅老友，今日講到呢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餐餐食得安心。我哋下一部影片再見。